伫树仔脚白鹤亭、甲白龙庵如成朱景等的家将表演，为分段乡路所谓定发的艺定展来展开序幕。由市长黄伟哲、甲文化内容促进院的董事长以及这位江庙民意代表共同来剪彩，为小龙文化园区台南艺定馆的展览来开幕。请用节，台南艺政馆正式开幕。我们现场的朋友，一个热情的掌声。台南是众神之都，也是义政之都。对于我们义政的一个文化的发扬，在我们先前的义政嘉年华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把我们传统的义政不管是文武政尤其是武政跟我们当代的艺术这个大舞台的展演，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和谐，而且非常不汉格，而且不会卡卡的这样的这个结合，也让许多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朋友们都能够看到我们传统义政之美。好，那非常谢谢文策院跟我们文化局，我们将来也会朝这个方向，一直让我们的传统义政文化跟当代文化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文策院透过容积截取这个新的数位内容的设施跟技术一起参与了这一次的展览。那台南一直是既传统，然后又透过逐年的各种艺文活动，让它展现了现代化的另外的风貌。这个两种很不一样的时空交错下，透过策展人，透过中研院的社会文化科学的研究，再透过现在新的数位创意的技术，让展览、让文化生活有了全新的面貌。我想这是从市政府到文化局跟文化内容策进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让台湾的文化生活更丰富、更迷人，以当代的样貌呈现在台湾民众跟全世界民众的面前。这届展览以台南乡区艺定的展舞加 GIS 设计的资讯为主，由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加文化内容促进院来合作，结合传统的顶头技艺、视觉艺术加文化科技等，利用阿凡达动态的捕捉技术，以及对法国引进R992间的虚拟摄影棚加4D 的动态立体模型的技术，打造浸润式的影像加空间的体验。我们跟在台北的文策院 4D View 的 IP 实验室呢合作呢，把我们的家将团，把我们的这个白鹤镇的艺师请到台北，在摄影棚里面呢做了实体的这样的一个数位的影像的截取。那么在这个截取的基础上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个阵势的变化，还有艺师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呢，那另外结合了这个 motion capture 动作捕捉，还有我们庆安宫呢这个香科，虽然中断了，但是我们也实拍了10几个阵头的这个开馆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把这些内容结合起来呢，我们希望义政馆能够去呈现出台南义政文化最新的这种视觉形式呢，让过去我们不熟悉的这种空拍下面呈现的这种阵势的变化因为它其实每一个阵势都有不同的名字，还有艺师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都能够透过黄明宏老师他的指导，还有中研院 GIS 中心的这个洪银发老师的指导呢，我们把地理的、把空间运动的、把身体姿势呢结合在这个视觉的界面上面。除了4D 的影像，另外主办单位佮邀请青年设计师谢永成为这届展览的视觉设计来敲刀，画制了20组用色强烈、大胆的视觉意象的海报，兼顾传统甲现代的风格。伫开幕后连续2个周末，主办单位嘛将伫小龙的户外剧场演出精彩的表演，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甲体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